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2021年1月18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撒母耳上卷第9章27节到10章10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14节到第7章的第1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约。咱咧讲婚姻，婚姻伫圣经的内底一直去互人用来做形容人甲上帝的关系。是安怎圣经要用婚约来譬喻上帝的关系呢？亲像现代的婚姻的观念检测已经无法度来比评即种人甲上帝的关系已经无共款啦但是咱要爱了解是讲圣经中咧讲婚姻的约，这是伫犹太传统的婚姻做基础咧讲的。伫犹太的婚约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讲先生爱必须愿意这个落一个约定，就是讲愿意用性命来保护来疼伊的新娘。圣经安尼讲，恁做丈夫的，着爱疼恁的某囝，你的某亲像基督疼教会，为着教会来牺牲性命，这是以弗所第5章25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咧甲门徒所咧讲恁毋通烦恼忧愁，因为恁信上帝，着信我。我的爸有济济的厝体，若是无，我早就甲恁讲，我去是为着恁备办所在。我若去为着恁备办所在好就要过来接恁去爸遐我伫遐也叫恁也伫遐，我住伫遐我倒为倒位去，你嘛知影迄条路这是伫约翰福音14章的经文咧，甲遮个军队者所讲的。咱来想象拄则读的即段的经文啦咱来想象即个时阵，耶稣是迄个新郎，甲新郎的老爸去到伫新娘的家啦迄个新娘就是军队者啦，是门徒啦，是讲咱即马讲基督徒咧入约啦所以当新郎甲伊的老爸来接受甲即个新娘因拢讲好势讲好亲事了新娘甲伊的老爸就准备一杯入约的杯，就来讲恁毋免烦恼，我即马甲恁做伙入约就是用即个杯我转去了就会伫我的老爸遐，我的老爸就会开始准备厝。耶稣讲的嘛，讲我的爸家有济济厝体嘛等即个厝若准备好的时阵，我的老爸甲我讲了后我就来接你。即个你就是新娘，军队者也是门徒，咱讲基督徒来接恁倒转去啦。迄个杯伫圣餐的内面，咱讲这就是迄个火所设立的新约，是为着恁所留的所以这个约本身是一个真重要的约定，就是迄个新郎保证表示新郎伫即个时阵所决定的是要享受伊的性命所牺牲，要享受迄个救恩，甚至伊要为着世间人定死伫十字架即种的救恩约翰福音14章基本上是咧讲即个精神啦咱若看到讲今仔日的经文伫撒母耳上卷第9章，咱看见上帝甲扫罗所立的约，透过撒母耳的膏抹，上帝甲伊立约，互扫罗会通成做以色列的君王，上帝的奴仆。膏抹是这种的记号，虽然是看袂到，但是无法度来被消灭的。这个膏抹，咱会通想象像咱咧讲的迄个立约啦圣经所咧讲的迄个婚约同款膏抹伫旧约时代所做的方式现代人呢，用婚姻来讲，可能用即个
结婚证书啦，甚至咱讲的手指啊，吼，这个这个会通来成做迄个约定。当然，现代更较先进的讲法是讲，就去公所登记就好啊。但是登记伫公所内底有安那有记录啦，吼。所以无论倒一种的形式，其实上重要的是迄个约定啦，吼。约定就是讲，咱甲对方的约定成立。咱讲手指是这个一个圆箍啊，咱咧讲无有尽头的箍啊，无有尽头的箍啊，安尼一直无煞啦，无煞。这个约定就是讲，迄个关系是永远的啦，当然嘛，无人会当拍断的，嘛无人会当拍断的。若阵无有即种的约定，无有即种的疼，基本上这个手指无啥物意义啦。所以，咱伫上帝面头前来立这个约是足重要，互这个有伊的意义伫的。若无的时阵啥物人拢嘛会当挂，要挂几个嘛会使，要挂倒一支嘛会使，敢毋是安尼？所以即足重要是彼此的约定，互即个也是证书，也是迄个登记变做有意义，咱有上帝的疼做基础所起造的迄种的关系，约基本上就是成立做基础。新娘成立要听候，也要顺服。立约了后，无搁再其他的想法，无其他的选择。约是新郎甲伊的老爸答应要倒转去为着遮的军队者基督徒来准备新房，期待有一天会通搁倒转来来带新娘倒转去咱讲基督徒这个的概念就是讲耶稣基督伊嘛记这个十个童女的代志伊就是咧讲什么时阵要来。咱摆头有分享这个经文咱什么时间是只有老爸知影。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7章甲咱讲咱领受基督的约了，咱变做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伫圣神内底甲基督合做一个。既然合做一个，咱的名就无共款啦，无搁叫做小姐，咱叫做啥物太太对扫罗变做保罗，对无受洗成做基督徒，咱的性命就无搁再共款。咱袂当搁想讲人我较早伫后头阮爸爸妈妈拢甲我当做安怎嘛，当做公主呢袂当有即种的想法啦咱袂当搁再思考讲我无信主之前我足自由的呢咱的思想是讲我即摆住伫即个天父的家。亲像主祷文的实践的咧讲的讲，愿你的国降临伫地呢，亲像伫天里。你的旨意伫正嘛，迄个重点伫遐嘛扫罗王伊就是无照上帝的约来行，伊犹原照伊本底的特质咧行，伊认为伊会当代替祭司，所以得罪上帝啦如果咱若犹原用原底，咱讲娘家的生活方式咱原底的生活来过所谓的基督徒的生活，安尼咱毋是一个新创造的人啦，一定会发生冲突，无法度甲主合做一个。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1月1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27节到第10章10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4到第7章的1节。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是约。婚姻的约在圣经里面时常被提起来作为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的比喻。那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上帝要用婚约来比拟跟上帝的关系呢？或许
我们现代的这种婚姻的制度观念已经没有办法来比喻成圣经在讲的这种人跟上帝的关系了哈。但是我们必须要厘清的是，圣经在讲的婚约不是现代的式的，而是犹太传统的那个婚约。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才会非常清楚哈。从整个犹太的文化的角度来看，犹太人虽然是非常男性主义的哈，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犹太婚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说，先生必须立下一个约定，是愿意用生命来保护、来爱他的妻子、新娘。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这是在以弗所书第5章25节的地方所记载的提醒。这就是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们说的：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住在哪里，你们我到哪里去，你们都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是约翰福音14章。想象一下，耶稣刚刚在讲的这一段话，他就是那个新郎，他就是那个新郎，他正跟这个新娘所谓的跟随者、使徒或是基督徒立约。新郎跟他的父亲呢，到新娘的家里面呢去谈婚约，谈好了之后呢，他们接受了新娘跟他的父亲所提供的杯，这个立约，新郎跟他的爸爸意思就是说，好了，我们现在讲好之后，我跟我爸爸会回去，我爸爸会开始预备房子，等房子预备好了，我父亲会通知我，我再来接你们。你们就是所谓的新娘、跟随者、门徒、基督徒接你们回到那个父亲预备好的家，我们说天家那个杯就是在圣餐里面我们常常这样提到的，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血是为你们而流的，表示耶稣基督这位新郎在此时已经赐下了救恩，甚至愿为世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跟扫罗立约，透过撒母耳的膏抹，这个膏抹是在旧约的另外一种形式的约定那立下的约定让扫罗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上帝的仆人。膏抹是这种约定的记号的时候，虽然是看不到，膏抹之后就看不到了，但是却是不能磨灭的。我们知道现代人的婚约也证明是什么？证书我们说的结婚证书或是说像这个戒指用戒指那在这个戒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没有止境的意思是说，上帝跟人的关系就像这样子，是没有止境的，是永恒的。那其实无论是结婚证书啦、戒指啦，或是现在制度的那种登记必须在公所里面留下记录嘛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这一些东西，而是说那个婚约本身的意义。否则的话，像这样的戒指谁都买得到，哪一个要挂哪里都可以，要挂几个都可以，是没有意义的。那彼此的约定那才是重要的，就赋予这个圈圈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样，洗礼也是一样那我们有上帝的爱为基础，
约基督基础上就是承诺，新郎承诺要等候，新娘承诺要等候，新娘承诺要顺服。立约之后，他就不再做其他的想法，也没有其他的选择。那立约之后，新郎跟父亲就开始积极为这个新娘预备房子，期待有一天在父亲说完成了，就带着新郎到新娘的家里面去迎娶回家，就是基督徒啊、圣徒啊、等等的这些。所以因此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也因为这样举了一个10位童女的例子，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六在分享的读经分享哈。那如同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7章所提到的，他说我们都领受了基督之后就变成新人了，在灵里面呢跟基督合而为一。既然合而为一，我们的名字就不一样了。名字怎么不一样？从小姐变成太太，从扫罗变成保罗，从灵里合一，就从非信徒变成受洗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常常想说人家我以前多好，我在娘家我都是被人家当公主的，我在受洗之前我的生命怎么样。我们要思想是说，我们住在父的家里面，就像好像主导我们所祈祷那个实践能力的那个觉知。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扫罗王就是没有改换他的想法，他没有活在上帝的新约中，仍然我行我素。他认为自己当王，所以他可以代替祭司。他这样子私自的献祭就得罪了上帝。若是我们仍然以新娘家的生活、过去的生活为典范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夫家的生活，在上帝家的生活就会有冲突，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主合而为一。